弟兄姐妹们，来翻开圣经，记载在启示录，就是新约启示录最后一卷。我们要从20章11节看到15节。你很快的看到启示录20章11到15节，看看旁边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带圣经哦。鼓励大家带自己的圣经。如果真的没有，外面有公用的或者是你的手机里面很快的来看圣经。如果没有的，可以跟你的旁边一起来分享。好，预备好了，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20章的11节，一起来。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在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这种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愿主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弟兄姐妹，透过7月牧师会用得福的人生来跟大家分享整个7月的信息。请问一下，你要得着这样的一个福气福分的举手一下。大概都是希望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有一些人可能他在事业上，他在工作上，他在婚姻上，他在各方面可能碰到一些的问题，那来寻求，有的是从外在的，那牧师要从属灵方面。为什么这个就是那么重要如果你知道赐福的是哪一位神，你才能够经历在工作、事业，在你的家庭，在你的生命的道路上，你才能够亨通顺利。最近我们在看这一些的列王记列王记的上下过程当中，我们有特别是新眼光也有读到，所罗门王他对上帝求什么？求智慧。上帝看到他没有求一些财富等等也把这一些的财富、尊荣、富足都加给他，因为他懂得敬畏，所以敬畏就给他有智慧，智慧就可以怎么样？创造无限的财富。所以我们今天透过第一堂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要来思想说，得福的人生要怎么样得着，帮助我们自己去经历这样的一个得福的生命、得福的过程。所以羔羊的生命册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下不过你是以前有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信仰传统的信仰就是拜拜这样的一个家庭成长过的，举手一下。很多了，包括牧师自己请放下好，我们从小就会受到一些的影集特别是小时候有布袋戏，对不对？苏养文哪里走一些有万人空巷，对不对？还有呢，
歌仔戏有喜欢以前看歌仔戏的有没有？啊，有了哈，啊，杨丽花哈，寡喜哈，对不对？好，但是我们透过这些哈，其实它有时候是透过一些的思想，哦，或是宗教在影响我们哦。其中我到现在还记得了哦，看到了布袋戏那个代表这些的阴间权势人出来的时候，就说阎王爱你三家死，绝对绝不安怎？绝不饶你过五更，安尼哈，还记得吗？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哇，深受其害，你知道吗？哈，好，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样的思想透过可能布袋戏，透过一些的戏剧，一直在影响。这句话就是在说阎罗王如果要你三更呢，就是半夜三更死亡绝不留你到五更呢好，所以我们看到华人就受到这样的一个阎王信仰的影响。那其实原来这个阎罗王或是说阎王，他的宗教背景是从哪里来的？你知道吗？是从台湾民间吗？不是哦，它是从印度源自印度神明阎魔阎罗王的阎，还有那个魔这个阎魔，那他是在印度代表地狱之神，地狱的主宰那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到华文的文化圈就是中国，还有呢日本、台湾、韩国、越南，那影响到这些民间的信仰。所以你们去看这一些的国家，都有受到这一种阎王的思想的影响。那这样的一个信仰进入到中国华人的社会，然后到台湾就跟这些民间宗教，特别是道教来做一个系统的影响跟结合所以才演变出有这个十殿阎罗，有没有听过？这个阎罗王，然后要到那个10个殿宇去被受审所以人死后就有这样的一个到阴间去报道接受十殿阎罗的这样的一个审判。那阎罗王手中有一本什么生死簿就看一下，哎呀，你的阳寿还未到回去你这个人到了就怎样就派谁牛头马面，还有什么黑白无常这样记得吗？我们都深受其害你知道吗？如果你记得，就是深受其害就派牛头马面、黑白无常，去把那个人把他带来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生死簿上就好像表达记录人的这样的一个寿命的长短。好，所以当某人的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就派这一些喽他的黑白无常牛头马面，就要把这一些的魂魄把他们带到阴间来受审。所以在受审的过程当中取决于这个人在生前他做了好不好有没有行善，就是用这样，所以这样的一个功德行善的思想，就影响到今天许许多多的宗教，甚至有一些的民间的信仰者，他们就会用这样，我如果要有一天要到极乐世界好的这样的一个下场结局，就多做什么善事，多做功德，所以你捐多少就可以给你有多少的这样的一个消除业障等等，所以才发展出什么慈济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些都受到这样的一个思想的影响生前他如果是做人讲做恶做毒骑马落库，不知道有听过无
台湾的一些民间的俚语，实在是道出这个社会或者是信仰的一个背景哦。好，所以我们看到阎王就会依照他的这样的一个生前所做的好跟不好决定说要到天，或是要下到18层地狱受到这一些的审判。这个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影响到人的宗教信仰跟思想，所以长期以来民间的这些的百姓深受这样的一个思想的影响我们这些从第一代、第二代这样的一个受影响的包括牧师是属第二代信主。我们看，我们还是会透过这一些的电视媒体我们会被影响在我们的思考当中那在圣经到底有没有关这一方面我们一起来看在但以理在但以理在基督宗教的信仰里面，我们看在但以理第10章有关于这个生命册的描述好，我们一起来念来。波斯王古列第3年，有事显给但以理看，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但以理通晓这事，明白这意象。好，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名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还有在新约里面，我们一起来念来。在末日来临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审判万民，并说明没有按照他的话去行的人，要受永远的刑罚。至于那些义人，他们一定会得到人的生命，不用面对第2次的死。除了这些经文，还有我们今天所看的，都有提到什么第2次的死亡。到底这些在指什么？在提醒我们什么？早在旧约，但以理他从异象领受了，就从天上来的异象，告诉他有这样的一个生命，这个册就是指生命册。这生命册到底从哪里来？是不是在阎王的手中，还是在耶稣的手中？所以羔羊的生命册是在指着耶稣基督，他手上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册。然后我们看到也是一样，类似提醒我们在这些作恶的没有得到救恩的，当末日审判的时候，他们要面对的第2次的死。但是当这些被救赎的人，他们的结局又是怎样？当然就是进入到永生永活的盼望里面。所以我们看到透过这些的经文，我们想起提醒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人一定会面临终末的这样的一个审判，谁能逃避第2次的死亡？这个就是华人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每次到这些丧葬的事宜的时候，就会提到这个，就会关心这个。所以就会希望多花钱，透过什么？透过道士，透过这一些的超度，能够让他的亡魂能够到一个安乐，还有什么没有在痛苦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看到这些民间宗教仪式，开始就在学什么？学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仪式跟信仰第一个就是提醒我们需要有这样什么样的凭证第二，我们看思想自己，你是不是有把握？然后呢，让你的名字记载在这个救赎的生命册上。你问你的旁边说：“你的名字记载在生命册上了吗？”你问一下来。好，为人讲我唔知我不晓得到底是怎样才能够使我的名字记载在生命册上？好，我们先来看说，谁要面对这样的一个
末日的这样的一个审判好，面对末日审判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要遇到的，不管是过去已经蒙主恩召的去世的人，或者是可能将来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切都要面对这样的一个末日审判。好，第一个我们来看，坐在宝座上的审判者到底是谁？是阎王吗？还是耶稣？所以坐在审判的是宝座上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跟你旁边说，耶稣基督来审判。好，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有很多的地方告诉我们说天父上帝将这样的一个审判的权柄就交给谁？交给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念来，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这个告诉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经文我们可以看那透过这样，我们知道使徒行传也告诉我们，还有我们常常在用信仰告白记得吗？耶稣他受死，钉在十字架受死，然后呢复活，然后要再来怎样审判活人跟死人，有没有？所以我们在信仰告白里面也清楚告诉我们，这个耶稣我们的主，他有这样的审判的权柄，将来有一天他要审判活人跟死人，就是这些都要站在主耶稣的面前好，这个审判者是谁？我们就知道不是阎王，而是耶稣基督。第二个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审判的方法是透过什么？有什么样的依据没有是照的什么样的方法？所以有方法可循第一个是审判者，然后到底透过什么样的方法？就是这一些的按着展开的案卷，还有呢生命册下个礼拜我们会发一本有关生命册给每一位弟兄姐妹让你知道怎么去帮助你的亲朋好友还没有信主的，可以让他的名字记载在羔羊的生命册。所以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这些的信息都是相关联的。好，我们看到圣经有告诉我们，按着这个生命册，就是你所做的一切的事，然后来怎样按照自己所行的来受审。但是不是作恶或者等等或者是你的名字怎么样记载在生命册上？我们透过旧约但以理这样的一个领受的意象，还有呢，我们透过启示录，就是谁他得到这样的一个意象谁哪一位圣灵就感动，然后让他看到未来我们人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发生的事情。老约翰对不对？他得到意象，然后圣灵告诉他说，这是真的，你要把它怎样记下来。直接从上帝从圣灵的感动来，所以他让他看到这样的一个未来的这样的景象我们一起来念来，我又看见了死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些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有好多，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在我们的周报也有一些可以参考的这一些的经文无论是在旧约，然后在新约，我们看当人子他得荣耀的时候，他也要坐在这个审判的这样的一个宝座上面，来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第二个就是我们透过这个生命册是记载说你的生命可以不可以永恒
或者是要经历第二次的死亡。那这样的一个依据，在圣经里面他们提醒我们这些特别提醒这些门徒哇，不要因为你们赶鬼鬼服了你们，在你们泉下就欢喜快乐而是要因为什么？你的名字要记在什么？天上来欢喜快乐。所以不要因为哇，我祷告多么有权柄，这些都是只是工具，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服侍的帮助，但是最终是要帮助每一个人，包括你自己，把你的名字怎么样记载在这个生命册上。好，记录在生命册上的人他们能够被上帝来拯救。好，所以这一些的经文，我们刚才所看到这一些的经文，就是提到一个目的，拯救。好，我们看一下看一下就好。这些经文我们应该都有写在我们的这个周报的大纲里面，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参考。从创世以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都是在预备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永恒。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这一些提醒说，生命册的重要，就是在检醒我们所行的有没有符合在神的恩典里面所以显示没有人可以凭借着自己的行为能够经得起那最后的审判。所以不要再花那个无冤枉钱去做一些没有用的事情。这就是世人，他们多花一些钱，希望心里得安慰，也希望有这样的功用。但是我常常会提醒他们这一些道士他们都没有去过，怎么会帮助这些亡魂能够超度到极乐的世界呢？只有谁去过？只有耶稣基督。所以使徒信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下到哪里？下到阴间。有人问，到阴间做什么？其实在死人活人的权势底下，都是耶稣所掌管的。所以有人就有解释说，下到阴间就是要去拯救那一些可能过去还没有得着这样的一个恩典的人有不同样的解释。但是我们知道，他是死人跟活人的主，他都在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灵魂当中来掌权。所以透过这些的册上我们要求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的名字能够记载在生命册上。好，这些可以让我们来做这样一个参考都提到生命册，然后过程方法之后是一个结果。我说牧师在帮助我们第一个对象，拯救的对象；第二个呢，有什么样的方法你可不可以做？是靠着阎王，靠着行善功德，还是靠着什么救恩？这个救恩怎么做？像我们等一下台语礼拜有这样的一个洗礼，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死亡和阴间要被扔在火湖里，然后呢，火湖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载在什么生命册上，他就要被扔在什么火湖里。所以扔在火湖里，火湖要面对什么？就是第二次的死亡。这样我们就知道了，你的灵魂在生前时候死了，灵魂没有办法到什么这样的永恒的乐园，就是天堂，要再一次面对这样的一个审判然后最终丢在这个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这些都是在提醒我们的结果，在我们死最终会有这样的一个决定。那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把握，或者是很清楚你未来的灵魂要去哪里？这就是华人在活着的时候最关切未来的事情，所以才肯花更多的钱来做这样的一个告别仪式过程当中的超度帮助自己的亲人过关，然后能够进入到
永恒的世界里面。好，所以我们看到第二次的死是指的什么？灵魂的死。跟你旁边说，第二次的死是灵魂的死。所以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当你在第一次过程当中你可以拥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你不用接受第二次的死。那透过肉体的跟灵魂的这样的死就是终结我们整个人的灵魂体的生命。所以上帝创造我们，使我们从鼻口吹了一口生命的气息，使我们成为什么？有灵的什么活人，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思想。但是当我们结束最后一口生命的气息的时候只剩下肉体，灵呢，这些魂呢就是上帝资源回收，你知道吗？他回收所以尘归尘，然后土归土。但是灵魂，这关心的要到哪里去？圣经怎样告诉我们？就是透过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审判者，然后方法还有结果，我们何去何从？好，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得到耶稣的救赎，我们名字最终就是进到什么进到那个死亡的这样的一个火湖里面。我们的灵魂我们灵魂就最终进入到火湖里面好，这个就是在审判的这样的结果。好，所以我们面对末日的这样的一个审判的时候，我们看到如何得着从上帝来的这样的一个救恩第一个，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主，是公义的上帝所以他不以有罪的为什么无罪，所以他要对付这样的罪好，所以我们看到那鸿书这边我们看到耶和华他是嫉恶如仇他是恨恶这个这样的一个不好的行为。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来。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好，这样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使我们成为有罪的或是无罪。所以在羔羊的生命册里面，我们常常说代罪什么？代罪羔羊是指谁指耶稣。所以圣经约翰福音第1章29节那边开始有很多的地方说，看约翰说什么？施洗约翰说，看神的羔羊怎样除去世人的罪孽，对不对？看神的羔羊。所以牧师常常跟这些牧道友在分享，羊那个义是怎么写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因信称义的义上面有一个什么羊，然后下面呢，我羔羊为我舍命，我成为什么一个义人。所以上帝既然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怎么样去除罪？过去我们到现在我们还停留在旧约的方法里面，就是用牲畜嘛，对不对？我常常在这样的一个告别礼拜的过程当中跟大家分享但是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没有听过，我们就常常用这些的牲畜来祭祀。好，用猪公然后嘴里咬着什么有人说凤梨他想那个翁来想到疯了这个就柑橘子为什么你就甘愿你就甘愿为我受死我常常开玩笑猪如果会讲话，它一定会讲什么？我不要我不要啦。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他愿不愿意？他愿意为我们付上生命代价他不用咬橘子哇，他就是心里愿意，所以2000多年前他才降世成为人。我们来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耶稣他神的羔羊，为了除去世人罪，所以我们常常说代罪羔羊，代罪羔羊，为了除去你我的罪。好，那谁可以得着这样的一个救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得胜的就必承受为业。所以主耶稣说，告诉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
经文，我们一起来念来。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这一些话直接从哪里来？从我们的上帝来告诉我们然后第二个来，都成了。主耶稣说，他是起初也是最终，他愿意将生命的泉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人在生前想要透过这些行善积德，死后呢，我们想要透过一些祭祀的仪式，有没有看到诸葛亮哇，烧了什么豪宅，还有呢，我看各种的人民币啦、美金啦，还有台币啦，哇，都做得跟真的一样。然后还有什么信用卡，不知道有没有付 Apple Pay，就是用阳间就是阳世的这样来思想阴间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你知道他整个花费多少吗？1800万，哇！主啊，所有的怜悯人就是这样我们看到他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有许多堕落，对不对？然后到现在，有人把他当作什么？当作神明来拜呢？什么笑将天尊还是什么我看了忘了哎呀，我们看到人如果不认识上帝多么思想就变为虚空愚妄。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说得救的人得胜的人这一些的经文可以我们好好的去看好，第三个我们一起来念来，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要做我的儿子。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得胜的就是你受洗归入耶稣的人，这叫得胜的人，不是凭着你的功德，而是因信心称义，称什么让耶稣羊为我舍命，然后除我的罪，我就成为什么？不仅是义人，而是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牧师这样分析，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没有耶稣跟有耶稣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或者是影响面对这样的一个得胜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成为父子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才会问这些弟兄姐妹说，你有没有要愿意承认、接纳、接受上帝成为你的天父，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什么救主，圣灵成为你的保惠师？愿不愿意然后他们说我愿意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新的关系、新的身份就开始了。所以他也开始连带的这些的灵魂的得救跟不得救就开始连串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好，我们看到弟兄姐妹，这个帮助我们明白说我们在生命当中如何回应前几天跟一位弟兄在谈他还没有信主你可以得着，哎呀，我是独子还有这些的长辈我们看这个就是华人的一个难处。我说那3代、4代、5代，你有没有拜到？有没有认识？不认识有没有拜？没有拜也是不孝。但有没有拜到最大的？如果最大的主、最大的生命的源头，你有拜到，你敬拜他，那底下这些历代的祖先还敢讲话吗？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很清楚这一点？我们都是去拜其他，但是没有拜唯一的，或是生命的源头。求神来帮助我们明白，
认识是生命的源头。所以慎终追什么？那你要追多远？3代4代，还是可以追到是生命的源头。创世纪告诉我们，生命从何而来？好，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第一个，你要认识生命从何而来。你认识了，你来做这个受洗的动作，才是真的是有信仰。如果你懵懵懂懂，牧师也不要求你受洗，这不是做业绩啊，这是真正要让你很清楚。哎呀，我认识耶稣。第二个，我们要怎样回应？信靠耶稣做我的救主，让你的生命册啊，你的名字记载在生命册。好，我们最后把这一段经文念一下。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认识，一起来经历，让你的名字记载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宝贵十架》。我们在唱的时候，请我们的同工来预备我们的圣餐。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的国
命的主，还没有受洗归入他的名下。你知道吗？你的名字没有办法记载在生命册上。你知道你的未来是没有盼望，但是主还是留机会等待我们回转归向他。主耶稣，你来，你用爱，你用牺牲，你流你的宝血，就是为要付上我们生命的代价。我们原本是有罪的，原本是没有盼望的，但主耶稣因着你的爱，在你的爱里改变我们生命的盼望，从绝望到盼望。主耶稣，你来改变我们的命运，让我们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不用再面对第二次的死亡，就是灵魂的死。求你施恩赐福，帮助我们，特别是兼顾我们这些有信心的人，已经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的人，让我们不是自己领受这样救恩，而是透过我们自己领受了，成为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就是给出去分享你的爱，你的福音。主，我们再次与主同桌，分别饼跟杯为圣，让我们知道这是从你而来，是纪念你，提醒我们有没有行在主你永活的道路、恩典的道路里面。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属他的教会，按照教规和领圣餐的弟兄姐妹，一同来领受主的圣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听主的恩典的话。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人，我总不丢弃他。”愿主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他时常与我们同在，我们用信心来回应。弟兄姐妹，照着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如同保罗所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之后他端起杯来祷告，来祝谢。我们看这个饼跟杯是代表主耶稣的身体。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来纪念我。”这个饼代表他的身体是为我们舍的。每一次吃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主，所以我们一同效法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榜样，一同来感谢，一同来祷告。主耶稣，身体为我们舍，你的宝血为我们流，你是神的羔羊，除去我们世人的罪。求你宝血再次来遮盖、涂抹我们得罪你、得罪人的罪。求你释放我们身心灵得自由。谢谢耶稣，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主耶稣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我们在等一下分饼跟杯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受成人洗兼信礼，请你暂时不要接受，因为这个跟信仰没有意义。如果你是信主的人，你可以领受饼跟杯，你就自己祷告认罪，来到神的面前，也献上你的感恩。我们请这些长老来服侍。
宝血，用葡萄汁来代表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所以你接到饼跟杯，同时拿到，你就祷告，你向主来祷告，你是天父上帝的儿子、女儿，你是他的心肝宝贝哦，向他来祈求，向他来感谢，将你的感谢，将你的